藥堂喺20年嚟一直都好希望用優質嘅產品去守護我哋嘅客人健康啦。以我哋嘅王牌產品蟲草 CS4 為例啦，早喺唐代嘅時候咧，蟲草已經俾記載係可以補肺益腎㗎啦。咁但係喺處理蟲草嘅步驟相當繁複啦，同時就唔係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得到。所以裕藥堂喺20年之前咧，咁就引入咗培植蟲草 CS4， 經過科研實證，亦都證實咗個功效，亦都等同於西藏嘅拿曲蟲草嘅。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用一個合理啊，大眾能夠消費嘅價錢咧，都可以享用得到一啲傳統嘅一啲藥材珍品。咁喺品質監控方面啦，我哋廠房都有各種品質嘅監控認證啦。咁透過可靠嘅設備同埋嚴謹嘅工序啦，確保我哋嘅產品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質素嘅。同時喺呢個科學園啦，我哋都有自設我哋自己嘅實驗室啦。咁喺定期嘅時候，為我哋啲產品咧作出唔同嘅一啲安全啊同埋品質嘅檢測。咁喺客戶服務方面啦，咁考慮到我哋嘅客戶裏面咧都有一部分咧係一啲上咗年紀嘅老友記。咁我哋除咗網上嘅查詢咧，亦有電話查詢嘅服務嘅。客戶服務員會用公司設立咗嘅一啲標準啦，用快而準嘅模式去照顧我哋客戶嘅需要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都會諮詢翻我哋專業嘅中醫師啦，同埋我哋研發嘅團隊咧，再先去解決呢個問題嘅。亦都收到好多客人嘅回饋啦，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嘅客服都好似朋友咁樣，好貼心咁幫佢哋解決到佢哋嘅問題。首先多謝 Just1 Hong Kong 頒發咗呢個獎項俾我哋啦。咁今年已經係裕藥堂第14次攞到呢個貼心企業嘅嘉許㗎啦。咁喺過去嘅14年裏面咧，我哋一直都以提升客戶嘅體驗為目標啦，培訓員工提供最貼心嘅服務俾我哋嘅客戶。貼心企業嘉許對於我哋嚟講係一支強心針啦，俾到好大嘅鼓勵俾我哋嘅同事。喺未來我哋都會繼續秉承呢個傳統，與時並進啦，將更加多嘅優質產品帶俾大家。咁同大家一齊投資健康，將藥箱都變成首飾箱。